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信民的顶面，应该受敬畏。世间情人拢着恬静，虔诚徛伫伊面前，无你看愈世间俗事，哪项阮的伊相思？上帝讲的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学了咱的上帝。圣诗51首，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咱着齐声唱歌，学了主耶和华。圣哉，圣哉，圣哉，将你天地较海，学了上帝，至尊至悬至大。请起立，吟全首。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咱着齐声唱歌，学了主耶和华。圣哉，圣哉，圣哉，将你天地较海，学了上帝，至尊至悬至大。圣哉，圣哉，圣哉，万圣多敬拜，天高云尊迎风天主多作证，千千万万天君，你乐乐敬尊，尊下感谢永远上帝大恩。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万民大声称是学了上帝之名。圣哉，圣哉，圣哉，尊严高万世代，学了三位是独一的主宰。阿门。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现在请坐。这是咱三角来启应，启应文24篇。所行完全，
遵趁耶和华的律法的，即号人有福气；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即号人有福气。少年人着用什么来清起伊的所行？是照伊的话来说字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我将你的言语藏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照你的话，互我勇行。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将你的律法允许我。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搁互我伫你的路中来活。你的话将我救活。我伫患难中对即个得到安慰。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就早早伫我的患难中灭亡啦。我听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我同日静静想，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你的话一个开帖就发出光，互共人通达。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真实。这是咱搁三个来吟圣诗178首。阮爱上帝圣殿，救主荣光着现，伫遮有大欢喜，赢过世上无比。请一个吟全首。咱三个额头来祈祷。至尊至悬的阿爸爸上帝，阮深深感谢你。阮的细囝主日拢真欢喜来教会，因为伊知教会有真侪人听痛伊。阿免。阮的主日嘛真欢喜，可能是因为阮伫主日有真正的安息，可能是因为阮听到一句重要的道理，嘛可能是因为兄弟姊妹彼此的大祷关怀，任何一种拢是你赏赐的大恩典。阮为着种种的可能来感谢上帝。教会历史毋是互阮骄傲，毋是互阮头举袂起来，
是像一个家庭，阮对家庭的起起落落，拢无可能是旁观者，当然无可能拢无感觉。阮的欢喜，阮的见笑，阮的懊恼，阮的责备，因为阮是即个家的一份子。但是失落的时，阮无闪避，无暗藏，无失望，因为阮知即个家还阁是充满上帝的恩典。这毋是自满，这是亲目所见30年来的见证。阿门。阮若即部上有差错，求你赦免，嘛互阮的制度更较完备。阿门。嘛求你赏赐属灵的智慧，互阮追求真正的恩典较赢名甲利。嘛求你唤醒世俗的灵魂，因为阮知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见伊。阮嘛为着阮的细囝祈祷，因为阮已经入捌主，阮的囡仔搁较早有亲近主的机会。阮知阮的囡仔追求信仰的道路已经开，但是人生还阁会拄着真侪试炼甲引诱。阮做爸母的嘛无拄拄将好的信仰拢教互囡仔，但是阮相信，带囡仔来互上帝牧养，上帝的确甲阮的囡仔有搁较深的结连。总是教会有搁较侪的囡仔，爸母还袂对主的骹步，也是袂记你跟对主的骹步。求你祝福因，互因反倒转真侪带爸母来互上帝牧养的人。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上帝有功，就是渡去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功。就是渡去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功，就是渡去世间。赞美，咱请圣歌队。
这时，请三个来共守上帝的话。咱先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119篇33节至37节。诗篇119篇33节，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的路指示我，我要彻底遵守。求你予我智慧，我就守你的律法，搁要专心执守。求你予我行你诫命的路，因为这个路是我所欢喜的。求你予我的心你干净的话，无不义的钱财。求你予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搁予我伫你的路中来活。咱再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因为上帝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的剑较利，凡啊分甲神、骨节甲骨髓，无刺入破开心内遮的念头甲主意，也无监察。咱搁来看希伯来书第5章12节到14节。希伯来书第5章12节，因为论到时的久，恁着家己做先生。若是要欠用人将上帝的话遮的小学的起头教恁，搁诚做欠用呢，无欠用五穀。既若食冷的无老练义的道理，因为伊是影独诚侪忠诚的人食五穀，因的心窍对练习来练达。教会分别好歹，正道题目是求主真道，予我活起来。请总牧师。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的纪念主日，咱要伫这个所在做伙来思考神学教育甲教会的关系。若无有神学的反省，就无有基督教的教会。我搁讲一解，等一下我会甲咱说明。若无神学的反省、信仰的反省，就无有今仔日的所有的基督的教会。因为这就是宗教改革的开始。所以神学教育就是咱的教会生日的一个真要紧的源头。所以神学教育毋是一种的财物，神学教育是一种生命的传达。但是牧师要通过咱今仔日神学生的见证，以及圣经的话，咱做伙来学习。伫咱要做伙领受之前，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伫你的圣殿分别做圣，伫即个礼拜中间，独独你做主。你伫阮的中间得到应该得到的荣耀。当你自入阮做你的囝儿，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的时，恳求你将你活命的话，以及圣神的光来光照伫阮的中间。互今仔日个礼拜，诚侪一种生命的造就，也诚侪人看见你荣耀的时刻。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新学院的同学肖家宏同学要伫咱中间来做见证，伊的生命的另外一个旅程，以及神学教育的重要，来请家宏来做见证。今天真牧师甲列位中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我是邵家宏，是台湾新学院大学硕士班2年学生。伫遮也代表新学院的董事长罗荣斌牧师、院长蔡主任牧师，甲阮全体的师生，向咱伫长教会表达阮的感谢。特别是伫长教会，咱教会毋但是伫奉献主日甲阮支持，也是台神之友。每一年拢有固定为着新学院实际需要来奉献。愿上帝纪念咱大家对伫阮大神对过去到现主时的疼，甲所有的代祷。我家己嘛是受到咱张长老的后生洪昌真侪特别的照顾，伊伫台北。就住伫阮兜附近，我的2个囡仔拢伫伊所服务的即个桃仔卡国校，受到伊真好的照顾。我是母会是伫新庄教会，我家己是第4代的基督徒。其实我是到15岁迄年，甲定心开始我的教会生活。伫献身进前。我是一个奢侈品精品业的设计经理，专门就是咧去遮个精品店。迄当时的我嘛是感觉我家己是一个教会的胜利组啦，教会胜利组啦。请问咱大家，什么是教会胜利组啊？真少年，迄是我家己讲的啦吼。搁事业有淡薄仔成就，嘛真积极投入伫教会的服侍，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甲真好的虔诚。总是伫我40岁迄年，就是2016年，我经历着上帝对我的管教，甲我的信仰整个的重建。迄年主赏赐我第3个囡仔。可是我我知影即个对阮太太知影即个消息的时，我的世界敢若规个拢放弃，因为即个囡仔来到我的生命，拍断我所有一切对我家己的人生的规划。迄时我想要将囡仔摕掉，而且我安尼决定，我隔工迄天做决定的是拜六，我隔工拜日我就。袂阁去教会啊，就要对这个教会来人间蒸发，离开信仰，过一个无上帝的人生。总是感谢主无放杀我，伊使用一个笃信主、打信主的姊妹，是一条岩，而且是岩莫奇。这个姊妹伫苦难中的信心激励我。伫这个时阵，主嘛替我用我来提出生命的挑战，亲像耶稣甲迄个少年官提出的邀请。当我愿意顺服主的呼召，我就进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对迄个代志了后，我定心了后，对2016年到18年中间。我伫我的工作顶悬经历着上帝真大的祝福。我有机会伫我的职场为着我的同事来祈祷，带领人来经历着圣神，也带领人来认捌主。迄时嘛是共款，亲像逐项拢好，也经历着我伫事业顶悬，我的顶司对我真好的肯定。有安尼机会前往新加坡，也是香港，踮遐来食头路出国去生活。就是伫迄个时阵，上帝呼召我，伊呼召我，一届的祈祷中，主讲：嘉宏，你来，亲像玛利亚共款。将你生命上好的香膏来献上予我。当时
耶稣呼召我的时，我深深感受到我是一个罪人啊。因为我所做的这个行业是一个真虚华的行业，也是有充满真侪错误的价值观，甲我的信仰有真大的冲突。所以，我伫迄个过程中间，我伫思考，主你对我的呼召，我是毋是爱有一个明确的回应？伫2018年甲2020年这2年中间，我一直伫敲吹，也向主来求祈祷，将好佳在伫2020年的年初，我一直要离开我原本的工作，会当来决定要来读神学院。就是这个过程，我也甲我的太太一直甲上帝伫求一个印证，讲主你真正实在是要真正爱我来读神学院吗？因为我有一个家庭，我有3个囡仔，囡仔阁细汉。当你考虑安尼代价的时，上帝讲你毋免惊，来回应，来行。阮也向主求讲，我太太有这个感动讲，若是这是上帝意思，阮4个爸爸妈妈拢会甲阮支持。当伊安尼讲的时，我想讲吼，这无可能啦，阮爸迄关吼就袂过啦，因为吼。阮爸伫我真细汉的时，伊就离开教会。我虽然是第4代，阮爸爸拢无去教会。阁有一个吼，就是我甲伊的关系嘛无讲遐尼好。感谢主，迄2年，因为去年我开始伫厝诶，甲我太太交换角色，伊去外口这个工作，我伫厝诶带囡仔。嘛是因为安尼，有真侪机会，甲我的爸爸。陪伴伊去病院看医生，伫个病院迄个听候看诊的外口，伫遐替阮爸爸来祈祷。感谢主，竟然4个爸爸妈妈，即马上支持阮，而且用实际的金钱来支持阮的决定的呼召，是我的爸爸。搁一届，伫个我。上细汉囝，伊伫幼儿幼稚园转来的时，老师甲我讲，我的上细汉囝长乐，就是拄仔故事讲的即个上尾即个囡仔，造成我的信仰的破碎。总是老师讲，伊伫学校，讲伊感觉上幸福的代志，就是食着爸爸所煮的饭。这2件事。是我生命中上重要的宝贝。我感觉我若无离开迄个所在，我袂找到我人生上水的宝贝。所以上帝实在是疼咱，也怜悯阮。我迄当时要来考神学院的时吼，其实我嘛足毋甘愿的呢。为虾米？因为我感觉吼，咱神学院吼，敢若甲咱教会的实际吼。有真大的距离啊！迄个神学院敢若活在云端哦，一个神学的象牙塔里面。敲找这学问吼，敢若甲咱教会实际的实践，拢有真大的脱节。可是咱做伙来思考吼，若是咱需要开刀，你敢交互一个无牌的医生？来替你开刀。若是咱破病需要食药啊，咱敢交互一个无牌的药师开药啊，互咱食。同款，咱即马拢需要疫苗。一个无有专业团队、无有受过专业的医学训练的团队所研发出来的疫苗，请问咱兄弟姊妹，你敢加注？所以。教会需要神学教育。既然抢救性命的医疗专业需要完善的医疗教育，安尼咱抢救灵魂的教会也是同款需要健全的神学教育。阮神学院即马有专任的老师20名，
学生有300名，包括这已经立案的台湾神学研究学院的学生120名。阮有培养咱传道书的道学硕士班，文学硕士班嘛有这个教会音乐组，甲灵性咨商组，互咱的教会会当透过安尼神学教育，有搁较侪人才投入伫这个教会第一线的需要。阮感谢上帝的带领，阮已经得到教育部的承认。阮立案的目的，除了互阮每一个学生有一个政府所认可的一个学历，其实阁有一个搁较重要的，就是因为台湾神学院是伫阳明山，咱2017年有去遐做野外礼拜，迄个所在是国家公园，所以其实遐所有的建物是无法度做搁重新来起造。感谢主，因为阮即马立案通过，所以阮神学院即马所在的迄地国家保护区内面的即块地，会当划做文教区。所以陆续这40-50年，这已经70年久的这个校舍、甲这个宿舍、甲这个建筑物，拢会使陆续来做变更、做翻新。阮今年神学院的预算经常费是6719万，使用伫各项的需要，甲这我所讲的这建设的工作。阮今仔日来到咱的教会募款，阮相信上帝的恩典绝对够也万用。但是阮不只是要募款，阮也要募人，阮也要得到人，因为马太福音第9章37节讲，耶稣对门徒讲：爱收的庄稼多，确实做工的人少。所以，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我是43岁蒙调，但是上帝已经感动你，也已经呼召你，请你去积极来回应，也勇敢踏出迄个信心的脚步，踏入约旦河底。上帝要带领咱进入迄个应允的地。搁一摆感谢上帝，感谢咱的教会，互阮神学院会使得到大家对阮的关心甲带导，也毋望阮会当继续来进步，也继续训练这所有未来的传教者甲教会同工。搁一摆伫遮代表神学院，感谢咱的牧师。甲每一个兄弟，愿主赐福恁。一个神学生的栽培甲养成，毋是伫神学院那点。伊对细汉伫伊的爸爸妈妈的厝内，伊的信仰、伊的品格，拢已经决定着伊将来要成做什么种的传教者。咱参与神学教育，毋是干那奉献，嘛毋是干那带导。咱参与整个神学教育，就是互教会成做神学教育的一个网络、一个网。因为所有神学生拢是对地方教会，多数啦，当然有第一代基督徒，但是所有的神学生拢是对教会甲家庭所感动出来。所以兄弟姊妹，如果有一日上帝要用你的孙，还是上帝要用你的查某囝，你敢有尽心栽培伊敬畏上帝？尽心、尽性、尽力，来真正将伊的生命的主权来交予上帝。所以关心甲参与是今仔日咱的礼拜中间的一个真要紧的开始。神学教育毋是干那神学生的专利，
宣讲神学嘛，毋是干那神学院的老师，伊的主管，因为神学就是一个生活，神学就是一种的主张，神学就是咱对信仰中间，咱想要讲，咱想要活出来，迄种的主张。所以神学有真无共款，像着家访你拄则有报告讲。感谢上帝赏赐新人院立案，所以新学生就会当得到一个政府认定、社会认定的证书。我无拄安尼想，因为牧师所需要互认定的，是上帝认定，毋是教育部认定。牧师所需要的，毋是迄个文凭，是真正迄个生命的内涵。我毋是咧反对新学院，伊需要立案。立案的目的甲动机绝对毋是为着要好，将来牧师会当摕到国家的文凭、证书，毋是。因为若有上帝承认，我毋免互这个世间承认，我犹原是上帝的路棒。神学是一种的主张，对起头开始，咱的教会就是一种对神学的反省来建立的教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礼拜所听兄弟姊妹，牧师每一摆查经，每一摆讲道，拢甲恁当作恁是神学院的学生。恁应该爱伫上帝话顶悬来得到真正的智慧。神学教育毋是干那伫图书馆写，神学教育嘛毋是干那伫神学院。神学教育就是伫囡仔摇篮，伫教会主日学。就咧开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所听的日子，咱今仔日的礼拜就是一个神学教育。咱咧反省，咱逐个人拢真爱将来若聘牧师，会当聘到一个文武全才，全方位，佮缘投，佮乐，口才佮好，佮搞讲道。世间可能无这种牧师啊。但是咱若爱将来地方教会每一间教会，拢会当有好的牧者，咱应该爱支持神学院，包括台湾神学院、台南神学院、玉山神学院，因为神学院是一个消费的机构，不是生产的机构。1300间的教会做伙支持3间的神学院，互神学院有后顾之忧，互神学生会当得到上好的一个信仰的学校。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礼拜，咱要定心祷告上帝的话。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通过见证，咱看到一个少年人怎样伫上帝的呼召中间来改变伊人生的跑道。咱也听见神学院内底所有的需要甲欠缺，但是咱嘛看到，咱要怎样伫一个地方教会内底准备，将来检查咱中间这个少年人有一日会通有出神学生甲牧师。咱的教会过去有这种的传统，将来嘛应该爱有这种的传统。但是你唔通大家人拢走去读神学院，因为大家人拢走去读神学院，大家人拢做牧师，就无人做会友，当然无可能啦吼。但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通过神学，咱问咱家己讲，我的信仰敢有影响我的生活？我的信仰敢有改变我对生活的价值观念的定义？肖家宏同学，伊讲起伊伫人生的第一里路，伊出社会时是伫一个精品店咧工作。这个职业是咧满足台湾人迄种奢华的欲望的满足。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中间，咱敢有因为咱的信仰和咱的生活的价值观念有所选择？神学是甚物？神学通过圣经的希腊语，后来成做欧洲上界普遍的语言，叫做拉丁语、拉丁语。
伊是两个字根连做伙。神学的意思，头一个就是上帝，第二个就是话语。所以意思，神学就是咧讲上帝讲过的话，这是头一个主题。所以神学就是咧解说上帝讲过的话，神学就是咧宣扬上帝讲过的话。第二，当咱听到上帝的话了后，咱换做咱的话来讲上帝。我安怎讲我所相信的上帝？这就是神学。囡仔嘛要讲上帝的偌伟大，我的上帝偌伟大，遮大。囡仔的话就是这样简单，用咱的话来讲上帝，这嘛就是神学。所以囡仔会讲上帝，咱中间80岁才来信上帝，100岁才来洗礼阿嬷，因嘛有因对心内的经历甲体会来讲上帝。所以神学是什么？咱的教会一开始，咱的教会的名叫做长老教会。咱的教会的开始是对一个叫做约翰加尔文这个人。上帝予伊看到伊家己的母会就是天主教的教会，有无够起来的所在。伊知影上帝的圣经话命的话，应该予所有的人拢有机会单独个人读圣经。所以，因感觉圣经应该尽量翻译，翻做英语，翻做德语，翻做法语，毋是干那用列丁语。所以，甲真侪遮的初代教会宗教改革的，包括加尔文，包括慈运理，因就主张讲应该真正式来翻译圣经，互大大细细拢有一本圣经通读。但是当时的教会无安尼想。所以后来教会就产生两种的教会：天主教甲基督教。约翰加尔文有一个足大的心愿，伊想要为着上帝建立一间会当影响欧洲的教会。伊想要为着上帝建立一间伫欧洲所有的正教会中间有影响力的教会。后来伊对伊的故乡法国走去瑞士的日内瓦。伊伫日内瓦顶悬，伫当时的彼得教堂，伫保罗教会，这个教会到今仔日还伫咧。所以约翰加尔文伫迄个所在，一方面讲道，一方面就开课。所以神学教育就对迄个时阵来开始。有一个民望，一间有影响力的教会，伊就会影响一个都市。伊希望这间教会会当影响日内瓦这个都市，互日内瓦这个都市会当真侪全欧洲足有耶稣基督的话、上帝的话的教会。所以，一间教会影响一个都市，一个都市影响整个欧洲。有上帝圣经的话带到德堂，所以德堂教会是有建立。后来100年后，德堂这个砖头。就受上帝话语的洗礼、的祝福、的改变，同款。500年前是安尼，今仔日嘛是安尼。所以伊的民望嘛，就是咱长老教会共同的主张。所以这就是神学，这就是呼召。甚至伊的讲道真做一个足有影响力的。有一日约翰加尔文讲一篇讲道，讲黑夜过后必有光明。伊用约伯记17章12节，伊讲当黑暗离开的时，光就来。上帝若来，暗时就过去。当伊讲到这个讲道了后，后来这个信息传到伫日内瓦达所在。你敢知影？迄个讲道的题目后来就互人印伫当时的迄个日内瓦的银角仔顶悬，一直到今卖。After darkness, I hope light。就是讲，伫这个黑暗面，我的脚步，上帝生命的真光。所以，你想，这是神学啦。神学毋是一种足抽象的哲学，毋是。神学就是当咱伫黑暗中流目屎，
孤单吐气。咱问讲，上帝你伫什么所在？上帝忽然互咱感觉，咱无孤单。上帝的光就带咱。愿天父上帝帮助。约翰加利文伊伫伊一生的工作中间足伟大，伊的讲道无主题，逐礼拜徛就讲台，圣经摕起来，就甲咱问讲顶礼拜咱讲到倒，然后接落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讲。所以约翰加利文伊留真侪伊的讲道集，几乎规本的圣经逐章逐节，真伟大的讲道者。伊一生甲伊的囡仔3项代志：第一项读圣经，第二项解说圣经，第三项活出圣经。我阁讲一摆，读有圣经的话，咱若袂晓担着上帝话语的滋味，责任就是父母、中级甲牧师的责任。中级牧师甲父母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将圣经话命的话的甘甜讲互你的囡仔听，带你的囡仔读圣经，然后互你的囡仔会当解说，真清楚将上帝的话讲互清楚。第三，咱的生活的品格就是讲道篇。你敢知影？约翰加利文其实伊没有什么花俏，但是伊就是安尼足扎实，安尼咧做伊的神学教育。兄弟姊妹，咱无法度想象伊的神学教育有偌大影响咱。大概有108个法国囡仔对法国来瑞士，对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利文读圣经，因为法国甲瑞士是隔壁国家，是亲像中华关甲台中关安尼，过啊就到啊。所以有100几个法国囡仔，照圣经的记载，毋是圣经记，照当时历史的记载，这些囡仔拢中产阶级，就是讲小康家庭，经济得过，但是咧问人生的方向，因对真侪的圣经的疑问咧找答案。所以这100几个囡仔来到瑞士，对约翰加利文读圣经了后，因无几年就倒去伫法国。108个中间有7个囡仔死伫宗教改革被迫害。所以神学毋是足浪漫的哦，毋是。基督徒的宣告嘛，毋是足浪漫的。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美满快乐的日子，毋是。神学教育甲宣告是带着血泪、勇气、牺牲。你敢知影？伫10年的中间建立2000几间的长老教会。除了初代教会迄种爆炸性的宣告的力量以外，上帝话伫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就产生影响。你敢知影？其中有一个学生毋是法国人，但是伊对约翰加利文读圣经了后，伊倒去伊的故乡叫做苏格兰。这个人的名叫做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约翰诺克斯就是苏格兰的教会之父。苏格兰的长老教会就是对这个人的生命开始。后来伫19世纪，苏格兰的教会差派几位的宣教师来台湾。李修牧师、马雅各医师、巴克利牧师，因拢是苏格兰 Glasgow 大学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一个约翰加利文伊所做的神学教育，影响全世界长老教会，特别影响今仔日咱的教会。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什么人会当做信用好的老师？我感觉，伫人生中间，所有的老师无拄拄10个拢会当相信。歹势，我安尼讲，可能对我的老师足无礼貌。但是，咱会当尊敬咱的老师，但是咱无一定需要盲目的跟随老师，因为咱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如果咱的生命老师若对耶稣，咱就要认真对；如果咱的生命老师，包括咱的父母，若无认真跟对耶稣基督，
咱要小心，因为这就是信仰。路加福音第1章17节，天使对玛利亚讲：上帝话无一句话无带有力量。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有力量、能力。其实圣经这个字原文不是在讲能力，伊的意思是 never impossible， 就是讲上帝话无可能。足水的一句话，上帝话所讲就是 possible，promise 应允成就。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话就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天父上帝用伊的话帮咱的心，然后将圣神赏赐给咱，互咱真正知影讲上帝的话就是活命，帮助咱。所以，你姊妹，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思考咱的生活，咱面对咱家己内底的需要，然后咱问咱天顶的上帝：我的需要有健康吗？主啊，我需要什么？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帮助咱。今仔日个圣经，无论是旧约、新约，以及金句，所以你姊妹今仔读去了后，定个定心，甲伊放做伙读。上帝话是活的，上帝的道是活泼的。和本讲，上帝话是活泼的。这个活的这个字本身是一个足水的字，伊就是活命。上帝话本身不是一种的知识，不是一种的学问，上帝话本身就是一个活命，是有功效的。当上帝对人讲话，是你心内的念头，你的主张，就得到挑战，就得到医治，就得到鼓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上帝的话是活泼，这个活泼这个字，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充满了生命力。所以当咱来读圣经内面，咱读圣经了后，咱感觉心内有讲袂出来一种的感动，有时会流目屎，有时会感觉有一种的激动、热情。迄就是上帝的话伫你的内面像汽水，扑一个汽水，敢若迄个拍开了后，你会发现。迄二氧化碳就对迄个甜甜的汽水就开始冲出来。上帝的话活泼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字本身带含上帝的话是有医治的力量，上帝的话会通安抚人的情绪，和忧伤、焦虑、烦恼、孤单，拢得到伊的生命的陪伴跟力量。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无论是119篇，或者诗篇19篇金句，伊拢讲到上帝话会互人心神活起来，使我的灵魂苏醒，有无？诗篇23篇，上帝互我的灵魂精英，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活起来。我以前是拄久，我以前是无明。但是当上帝对我讲话了，我忽然感觉亲像日头照落来，我皮肤小可有烧烫的感觉。主帮助咱，上帝话会互戆人有智慧，上帝话会互人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上帝话会互人脚行伫正直的道路顶悬。较有遮尔奇妙，就是遮尔奇妙。所以约翰加利文不是咧解说一种的哲学。约翰加利文将上帝话讲互这个囡仔听了，这个囡仔连死都唔惊。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这就是属神啦。伊讲，互你的心，互人的心活起来。人的心，英文的圣经甲伊翻作 soul， 其实灵魂甲 spirit， 灵甲魂 ，spirit soul， 灵甲魂。一个是咧指上帝圣神充满的心思意念，魂是指人的七情六欲情绪。所以圣经讲人的心是咧指人的灵魂、欲望甲情绪。
原咱伫每一摆做礼拜，咱爱带有较无的心，甲主讲：主啊，对我讲话。你爱准备哦，咱爱准备。一个无准备心要听讲道的人，伊真困难。伫迄礼拜得到圣经的祝福，为什么？就亲像咱内面即个心，是一骹要种花的花骹，但是你用的土是一个无用养分的山，咱的生命就无法度成就上帝遐尼宝贝的福音伫咱的内底。咱的生命若要成长，要上帝的话真侪宝贝。咱的生命爱准备，咱的灵魂需要有上帝。主耶稣基督救恩伫咱的内底，伊讲醒起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悔改啦，回头是岸。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人生的道路顶悬，若行着路的人，正确的路的路，你就勇敢向前行。但是，说书上帝若用伊的话来考验你，来责备咱，咱应该爱听听看。细字，所讲我的囝倒来吧。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的心得到安慰。伊讲上帝话会互人的心欢喜、幸福的感觉。即句话意思是。互人的生命，互人的心欢喜，就是讲，上帝话会互人对心内感觉讲，世间的所有的荣华富贵，拢无比上帝这个时阵所享受应允互我，迄种的满足的喜乐。伊咧讲人的心，这个英语圣经改翻做 inner man，inner 就是伫你的内面的迄个魂，伫你内面的所有的感觉。甲你的情绪，或者你感觉你是一个幸福的人吗？你感觉你是一个满足的人吗？那阿妹的人，上帝大大祝福你，你要甲保掉，唔通互抢去。你要甲上帝讲更多更多的满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中间，若说书有人感觉讲啊，我的人生实在充满真多快乐。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上帝呼召咱做基督徒，伊的本意就是要互咱快乐，互咱享受信望爱。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得到一切的幸福甲满足。主帮助咱，所以最后牧师要甲咱分享的就是，通过今仔日的礼拜，咱每一个人拢为着家己的生命祈祷，爱学习生命的祷告。用上帝的话来建立你的灵命，用上帝的话来建立咱的信仰的态度。就亲像一个好的老师约翰加里文用伊的话来教伊学生。你敢知影？直到今仔日，我做恁的牧师咧讲道，对我上有帮助的，这个讲道的圣经的解经，就是约翰加里文的解经啊。你唔免出钱，只要你来要读英语。你唔免买，因为网络有规波所有的。为什么牧师会爱用伊的解经？是伊是一个真够解说原文圣经的牧师。伊圣经摕起来，旧约就是希伯来语，伊唔免读字典，伊就摕起来，伊就有能力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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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像牧师拄则咧甲恁讲，啥物叫做活命查某？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伊本身就是一个有亲的圣经的造就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咱的祈祷是安尼。主啊，带我行应该行的路；主啊，带我做应该做的事；主啊，带我想应该想的思想意念；主啊，教我的嘴，互我讲应该讲的话。主怜悯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得到觉醒。所听的姊妹，希伯来书5章12节，伊讲：恁伫教会遮尔久啊，恁早就应该做长老啊，恁敢知？所听的姊妹，咱逐个人拢做长老，就无人做会友。但是圣经的意思是讲，
照恁伫教会年资，恁受造就的这个时间，恁应该做老师啊呢。但是高不23章，唔知影，恁还阁做一个未大汉，无法度单独读圣经，无法度单独祈祷，都爱人饲，只有食奶袂当食大牛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咱花咱的心讲，主啊，怜悯我无爱做这种的人。主啊，怜悯我无爱做这种的基督徒。无一定爱做长老，无一定爱做牧师，但是我要做一个，要信上帝就信明明白白。我若要做基督徒，我要做一个清清楚楚。我的信仰是一个有根基，我的信仰是一个有活命、有喜乐。阿门嘛！恁阿门的人，上帝祝福恁。大胆甲上帝讨讲，主啊，帮助我，互我伫你的怜悯的中间，长大成人，心窍习练通达，能辨别好歹。一个基督徒当上帝话若入来，生命无可能无改变，除非你否定上帝。一个基督徒听讲道、查经、读圣经、灵修，无可能无改变，除非你是应付来应付上帝甲你的关系。主怜悯帮助咱，互咱亲像代表讲，我要彻底遵守上帝你的话，专心接受。阿门吗？你愿意互上帝的话做主张？主啊，你的话永远不打折，无论今仔日这个世间怎样改变，你的话永远不变。一个足出名的牧师叫做唔是巴克勒，叫做考巴特。这个人是伫我生中我信仰的旅程中间真有影响咱的人。三代的牧师，伊的阿公牧师，伊爸爸牧师，伊也牧师。伊的爸爸嘛是神学博士，伊嘛是神学博士。伊的爸爸甲伊讲一句话：独只有信上帝，毋通信科学。伊的爸爸毋是叫伊做一个反智，就是讲反对知识甲科学的人，毋是。伊的爸爸甲伊提醒讲，科学绝对袂通关过上帝，因为上帝创造真理甲宇宙万物，所有一切的智慧拢是伫上帝的手中。所以上帝关过科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互考巴特伊伫做新人院的老师，产生真侪一个影响世界足要紧的人。伊毋是所有的神学拢是正确的神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伙做学生，牧师甲恁做伙，咱做伙学习。独只有圣经是咱的教科书，独圣神是咱的老师。兄弟姊妹，神学甲教会就是这个意思。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的目睭我走无看虚假，互我活伫你的圣经话语中间，直到永远。愿上帝话真侪恁家庭家族到代代无尽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求主怜悯阮，求主怜悯阮，求主开阮的心窍，求主开阮的耳孔，求主开阮的心目，求主用你圣神的火烧热阮的灵命。感谢阿罗尼，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来用咱的祈祷来回应上帝的圣神对咱的感动。
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应得上帝的听。圣诗462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奥妙圣经铭记，报人捌主，互人知罪，恩典明明指示，教咱捌主旨意，诚心来服侍伊。上帝的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的话，活命的话，带咱得到永活，请起立吟全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奥妙圣经铭记，报人捌主，互人知罪，恩典明明指示，教人捌主旨意，诚心来服侍伊。上帝的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的话，活命的话，带咱得到永活。有主耶稣真理的话，奥妙行通入心。愿全天的好人反悔，正做天顶公平。愿咱地上做人，承受救主怜悯。上帝的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的话，活命的话，带咱得到永活。真道中音的声，万民欢喜来赴。圣经上学真道上听，深深永活的主。下罪变满我所，也跟我命蒙福。上帝的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的话，活命的话，带咱得到永活。阿门。下次请坐，这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请坐，平安礼请陈牧师。咱非常欢喜，今仔日个礼拜有真侪对我久久无见面的兄弟，倒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吼。咱首先欢迎家宏甲伊的太太吼，伊的太太今仔因专工对台北透早开车落来。上帝祝福恁，上帝祝福恁，还佫有两个囡仔做伙落来，足可爱的两个囡仔吼啊，大汉的今仔日无来吼，三个囡仔，你也甲你小儿子道歉。你是讲本地的伫北岛中间让你有压力奉主的名化这种担忧成为一个祝福咱真欢喜今仔日有这个 Karen 跟 Sarah 因在台湾偌久我唔知影啦，咱真欢喜足久无见面Karen 甲 Sarah 咱真欢喜久久无见面，因做伙。邀请你圣诞节来过夜当做伙来过一个圣诞节期的假期真欢迎恁来。佮有我的哥哥甲我的阿嫂二哥二嫂，佮有演传遐因的全家应该是两个儿子个女儿个囡仔咱真欢迎因妈妈嘛有来祝欢喜恁对台中倒来，上帝祝福恁。敢有啥物人我介绍无着？丁上技术牛足久无来，咱甲伊拍拍手，其实丁上技术牛逐礼拜拢伫直播顶管咧做礼拜，伊虽然袂当来甲咱实体做礼拜，但是其实逐礼拜伊拢有咧参加咱教会礼拜，真欢喜。我甲咱分享一个，有一个姊妹甲我讲，牧师，我上爱恁教会的这个平安礼互相拥抱我嘛希望我早一点，咱来解封，咱会当有一天解封时，咱大家安尼热情的安尼会当互相拥抱一下希望疫情会当真紧的过去，希望明年会更好希望明年会更好今年咱足欢喜，毋是今年，这礼拜咱足欢喜，桂秀姐做阿嬷。伊的女儿小女儿志敏这礼拜生一个查某孙仔毋是查某囝生查某孙仔，是查某囝生一个查某孙仔互伊上帝祝福咱甲咱身边的人，咱点点头，咱甲伊讲耶稣听你好无？好，下面咱要伫耶稣听你这条诗歌中间来做具体代祷。求天父上帝特别保守照顾咱真欢喜黄宏仁兄弟，伊伫脑出血了后昏迷差不多2-3礼拜，伫这礼拜伊目睭已经小可当踢开，有喜乐，有担忧你知影无说意思足大条的血筋其实行无法度完全恢复。所有喜乐就是讲伊醒起来，但是担忧就是后来复健这条路唔知怎么样。这咱来为着所有咱身躯欠安的人，咱的生命伫上帝手中，人袂话，但是上帝拢会。所以，阮伫你的面前有着逢人来求你大大怜悯，此时阮无法度帮助伊的。伊的活命是在你的手中，所以怜悯阮的兄弟，怜悯因的家族，祝福因伫患难中有欢喜，也有看路的目屎，祝你保守照顾。虽然为着素贞老师，伊日日体力的衰退，阮心中感觉唔甘。主耶稣，求你怜悯帮助你的查某囝，求你抱这个身躯欠安的人伫你的形前。主啊，你将你的活命会开，有今仔需要的人伫你的面前这个怜悯。愿为着阮中间年长的士大人长辈来祈祷，求你照顾安美姐神心，
也照顾伫台中转世的校长夫妇、蔡金雅夫妇，照顾张氏技术娘，照顾本入张老娘，照顾单数姊妹、单数阿嬷。主啊，求你怜悯帮助阮所有这长辈、弱势长老、单人姊妹，主你互因日子怎样力量就怎样。你将你长发关心会听甲稳定，充满伫因的心情。主耶稣，当阮唱耶稣听你的诗，求你，互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无空空。主当阮吟耶稣听你这条诗歌的时，求你，互阮的心、阮的家庭无空空，充满，搁再充满。主啊，独独只有你才会当满足阮脚的心。求阮脱离黑暗的关系，带阮进入光明的国度。搁来一礼拜，求你赞阮真侪得胜的基督徒。搁来一礼拜，互阮所行所做所讲，拢能荣光上帝你的名，扶持阮。主，阮感谢你。过来，咱来为着生日的人，会员今仔敢有来？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哦，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此生的主，阮为着这个拜过生日的惠安、碧琴、嘉恩、大成、荣耀、丽芬、秋雄，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填满因生命的杯。用你的油做记号，吸引伫因的心上，对因的头壳，到因所行过每一个脚趾，主每一日拢交伫你的手中。主享受智慧的灵，互因算数家己的年日，真做一个智慧的基督徒，管理上帝你所享受因的时间。主，阮伫你面前求你祝福因，祝福因恩上加恩。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后礼拜是感恩节，会记日咱做伙来献上感谢吼。啊，佮过圣诞节，咱有真侪活动。啊，即礼拜拜一到拜四，啊，牧师的家庭要请假，吼，所以拜一到拜四，牧师啊要请小假。啊，拜三祈祷会暂停，吼，即礼拜拜三祈祷会暂停。牧师本着有想讲。要伫用直播先预录了吼，但是安尼对我来讲就不是休假了，所以我就吼，耶稣听恁，耶稣听恁。这是我的报告，请大家看周报。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拜三祈祷会暂停，拜五家庭礼拜暂停。拜六青少课7点半伫教育馆，拜六查经班7点半伫线上甲教育馆2楼。圣港服侍后礼拜诗会请陈美秀执事，领诗暂停。诗琴请李慧英姊妹，诗献请张凤林执事，帮管执事。交台第3组爱展暂停。新简讲读经表，请咱照这个顺序落去灵修。集体交通，第一，感恩节要来临，互咱伫圣神来祈祷，为即一年年初到年尾，上帝的恩典献上咱感谢的祭。第二，本主日是大神纪念主日，
请大家代祷，求上帝保守台湾新学院新学教育的工作。第三，咱礼拜三祈祷会暂停，牧师请休假。第四，12月12日有圣餐甲洗礼，18日会早灌气球，暗时社区要采接报佳音，请咱踊跃参加。19日圣诞节俄乐礼拜，中昼有爱餐，欢迎邀请咱亲友来参加。24日暗时有平安暝的礼拜。25日下晡有对内咱圣诞市集的活动。第五，彰化中华妇女部举办庆祝圣诞节活动。12月7日下早9点到12点，伫咱台北纪念教会，费用是200块，请会长报名。第六，恭喜尤胜元、林志明平安生产，咱祝寿查某囝。第七，欢迎大家参加咱线上的查经耶稣的课堂，请加入咱的群组德堂教会查经班。第八，咱求上帝祝福这生日的张碧琴、何嘉恩、陈慧安、李大成、苏荣耀、郑丽芬、蔡秋雄。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错误，请会计人员来更正。内底事项：第一，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代祷；第二，为着心心欠安的丁丽华、庄严、詹达、庄恩聚、刘克龙、潘素贞、詹秀丽、彭文灿，以及为着教会所有长辈健康的平安来代祷。第三，为着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来代祷。第四，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五，为着姊妹教会代祷，富林教会、集集教会、德克达尔教会，请为着以上来代祷。这是咱来吟上音圣诗509首。吟诗刷，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